在分类队那边比台湾好。就是你学长，你说哪里？隘口2路跟兴隆路口。兴隆路是怎样的案件？车祸是吗？好，谢谢局长。知道他们那时候有看到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可能那时候他们就觉得说这是公家机关的，那他们就来考。听说有的人是因为那个补习班跟他们讲说，如果考上这个特考，就是只要接电话就好，那个高级接线生。多了女性的话，那你从一个全部都是男性的环境，那当然就是会有一些比较，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比较自由的，然后可能外界看起来可能是不是很好的行为出现啊，像我们可能在自己房间或是门外就直接打赤膊出来。然后就到处去问事情，那多了他们之后，自然就大家都会克制起来。担任学妹的指导员被赋予的任务，应该就是分队长会比较希望，就是我们可以教他在分队所应该要学习的事情，例如值班，然后还有救护的东西，然后还有分队一些就是跟人家相处如何相处应对的问题。一开始的时候，碍于某些规定，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接触到全面消防的东西，只有救护方面而已。那慢慢的说，如果说他们都肯学的话，那我们也是慢慢的教。那有遇到其他的事情，现在有遇到为民服务或是其他水源叉叉那些有的，我们一样都是分队长也都有排他出勤。那他们也是慢慢的去摸索我们有关于救灾预防，还有其他业务上的事情。往几楼去了，两个人嘣嘣就下去了。站起来哦，你的苗子脚就要开大。这时候苗子呢，它不是在做灭火进攻哦，它是帮你做水雾的防护，哦，形成一个水的盾牌。要多大？大到呢，你可以涵盖那个箱体。今天如果是在外面警报器在叫的时候，刚刚沿路走去，但是以你们这个呼吸量200多，一定要记得这一点。插入的时候，你们自己去判断。你们刚才一直讲，你们这一组不是在那边靠第一个，你要自己去研究、去沟通。哦，这里面就是要开沟通。好，那我们第一组开始着装了。拿前面跑的我跟他跑出来。好了吗？搜索的一些方式，来再往前。哇！
没关系，好，稍微小心一点。长的一个涵管或涵道之后，可能会有一些有涵洞的部分，特别注意不要踩空，尤其前面摸索的部分，尤其第一个。刚进去觉得真的会害怕，因为都看不到。然后因为也不习惯，就是那种跪的这样去搜索，所以就跪的不是很习惯。然后进去穿那个消防衣又很热嘛，所以就觉得很容易喘，然后会觉得有点喘不过气。来，持续重心一定要掌握好。还动吗？好，弯起来。好，持续往右边继续收紧。慢起来吧。看一下还有60几啊！看一下，我跟打开这房间。我看一下。一代，你们好像进去很久，为什么会在里面待那么久？因为然后我那个高度我就爬不上去，对，然后学长要帮我登上去，要拉我上来。刚才第二组第一个是谁？这样子会很耗体力。第二组的第一个是谁？然后到后来，也没有氧气，然后就本来很想说教官的，然后后来学长说快到了这样。那现在觉得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？因为这个是训练啊，所以如果真的在火场里面没有空气的话，就应该会更紧张，然后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因为是训练，所以想说，其实倒了才就会有人发现。所以你刚才已经做好说可能会在现场昏倒的那种准备吗？刚出来吗？啊？刚出来吗？回去。你刚出来吗？对吧？刚关出。刚从炼狱回来。什么感觉？好热啊！一个字，热啊，爆热。你妈妈，你要掉什么了？
站，他根本是带一个需要脱困的人。脱困者。对，我是脱困者，从头到尾都是他们来帮我脱困的，就是这些加火站，没错。他们适合来竹北。不是。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形？里面就很黑啊，浓烟下去，没有手电筒，没有灯光，就完全是看不到，就只能靠。我是第一名，就是在最前面的，我就是靠手上左右，然后还有底下也要一直摸啊。然后因为很怕，像中间有一些障碍物，例如说比较低的有类似涵洞的情形，我就是摸到，然后要跟后面的讲说往哪一边转，然后有那一边是什么情形。如果说今天住在火警也是那个学姐跟你们一起出勤的话，你会担心吗？你会担心你自己或是你们那个一个 team 的那种？基本上如果出勤，应该也不用担心了吧？因为去的话就是2个人，然后配一支水线，看得到的地方其实都 OK 啊，对吧？基本上那个火都是看得到，而且如果已经确定里面没有人了，就可以放心的开瞄准，然后直接去打火这样。很多事情讲难听一点，我们消防队员都是硬着头皮就上去做，有时候自己会怕，也不能讲出来。这3-4个女孩子的表现怎么样？很好啊，很好，真的很好。谢谢教官。真的很好。其实训练多了，就我们有一个基地在这边很方便啊，所以训练就很多，也比较扎实。那如果说就以你刚才讲的，就是说，如果说女孩子她们体力上如果可以负荷的话，其实对你们来说也 OK 吗 ？OK 啊，对啦，就是有训练这样配合，知道她的能力在哪里，其实无所谓，男孩子女孩子都一样，都可以。跌倒了。外面这里照一下，那这在外面我跟那个人爸，他们爸爸的，他跟那边没办法。他躺那个影子还在那里，躺的影子在这里，车子也没有动。哎，请问一下，那个车子可以拉进来吗？好矮来！你除了手跟脚会有疼痛外，你看哪里会痛？发生的事情呢？发生嘛事情还记得无？係對到啦，其他對到係啊。唔係用嘅對到唔掂喎。唔掂啊！有衝到東西啊，也係麻煩。唔啲變衝到嘅話，我唔嚟啊。哦。你剛下幾時有聽到你對嘅情況講法冇？都24個喺度，阿姨前來前後面來係嘛？個姨個前來啦係嘛？都唔定有什麼做消防員剛下你印象很有？是懂親切啦。哎呀，我感覺講我唔好啊，也係講有那唔順的冇？唔會啊，知道像係4枚有隻4枚來嚇。政府又4枚片塊哦，係一批貨啦，再4枚又係黑黃片啦，黑黃片咯，係啦。
上细我会按，从落水来按尾啊，从细来按尾咯啊。加油啊！叫中来讲。跟nhà阿爸交给啊，人家的钱。阿爸，阿爸，迄阵阿爸就交代个忙话。当初伊头都甲吼，嘛最近讲诶，教书教得好，他干是讲教书来样，一直抢伊，他抢了起。是讲教书较正常诶时间，两日就做消防员诶时间无正常。半夜人爱救趁诶药去啊，我叫咩？就伊即个爱做话啊，你有嘛意见，无嘛意见啊，实在面诶，就讲反正较辛苦。你这个行的去做的，行的过做的，最后是搞出钱后来。然后他常常跟我们分享，就他在救护过程中看到哪些病人，然后有哪些情况，然后有时候他其实已经很累，可是他把那个当做笑话讲给我们听。对，其实觉得听起来很心酸，可是觉得还蛮好笑的。我进来消防已经1年了，他们觉得我做这个工作，其实他们就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。那对其他的亲友面前，他觉得他很支持啊。也许他们会说啊，当初选择教职就好了，那为什么要转成消防？但说归说啊，那如果告诉别人说，哎，你女儿在做什么，他们还是很开心啊，就跟人家说，我女儿在从事，我女儿是消防员啊，在从事消防什么之类的。我觉得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，我想他们应该是蛮能认同我现在的工作。那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退缩。那有工作有训练我就接手啊，我就去学。那也许在过程中没有学得很好、很完整，但是至少我有诚意，我有心待在这边，而且也希望就是其他的同仁能够给我们机会。911大现场。数量每一个灾害现场绝对不止救护或是救灾而已。我希望说他们能够同时拥有这些知识，也同时具备这些能力去处置。你有能力做这些事情，会让其他的同仁会更信任你，会觉得说你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搭档。希望他们毕业之后工作的能顺利，然后在这个工作领域，其实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工作得很开心这样。的话，就加油，你很好，做得很好，就这样子。
有被人家误认过你是姐姐啊？这是很常，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说的，对。需要你这样子，今天这样子吗？没有，是闲聊，是闲聊。先让你不要那么紧张。我去澳洲啊，哈，广州太搞笑啦，哈，什么研究嘛，好好努力啊，就这样子。有那个就是什么话可以对跟他们讲，就是说祝福的话，或者是说对他们有一点期许，一个人讲一个。不一定是要正面的，懂我意思？不一定是正面的，你也可以叫他说，不适应的话就滚蛋。但是听到等下就被他杀掉。不会，我会剪掉，剪掉，你可以看剪掉，然后可能另外一点吧。反正你们就剪了。